好，我们在1分钟，我们华语礼拜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拍手，一起来唱我们第一首《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因为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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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即将将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你是全能神，我们这一生都要高声来宣扬你，因为只有主你是救主。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主，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主，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都是全能的主，荣耀的君王。无
人能形容，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先安静我们的自己的心，为自己的祷告。求主这一生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抛下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心意。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都在你。我们一起来唱：主你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你赐我们生命，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我们要活出你的心意，活出你心意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
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我们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主你的爱降临，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头在里。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头在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再一次的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主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活出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放下这世界的一切，专心的寻求跟随主你。所以祈求你将接下来的礼拜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内页，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事项。我们一样为公祷事项有肢体需要的，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也为了南部的连日豪大雨，然后重建的部分以及救灾防疫的卫生都能及时到位。那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第一点，感谢马街医院院牧的黄心怡牧师带来今日的信息，愿主也赐福保守他的服事以及他的家人。第二点，8月19号到24号是牧师安排休年假，那个礼拜的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第三点。礼拜部于9月28举行结婚周年感恩礼拜，那凡是35周年以上结婚的夫妻皆可报名，那到1楼柜台登记，以利制作周年的纪念证书。第四点，10月19号为
本堂一年一度的福音见证。那由建成乐团以及见证分享者一起来担纲。那有感动想要分享的，请在月底之前向牧师报名。那名额有3位，那请大家踊跃报名。第5点，台北中会教社部10月25号举办净滩活动，那地点在永安渔港。那报名费300元，那不分年龄。那要报名的一样，在月底之前到1楼登记。好。那团契消息，昨天跟今天16号、17号是青少契团契的夏令营，那总共有18位参加，那2位牧师有陪同。对，那祝福他们这2天都能有上帝的同在，然后得着许多。那第2点是8月24号礼拜六上午11点20，那是情社团契的聚会。那分享内容是佑书哥的越南游记分享。那奉献明细的话，请大家自己来看，有错误的到1楼登记。那今天有新朋友吗？真的吗？这是我们请他们起立，我们欢迎他们。这是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奉献，那我们请奉献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统管了一切，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息都在乎于你。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放不下的事物，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甚至是自我的骄傲，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跟随你的阻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被这世界上的事物捆绑，来单单的以你为满足。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天天都能舍己来跟随你，不为失去而忧愁，而为永生的盼望喜乐。愿我们能活出真实的信心，好让世人看见你才是那最宝贵的产业以及福分。主啊，求你也应许我们，凡我们舍弃的，你必在今世让我们得100倍，也在来世让我们得永生。我们愿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使用我们，也使用我们的时间、财富以及恩赐。求你能让我们这一切都能为你的国度而效力，将荣耀都归于你的名。我们现在也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31节。马可福音10章17到31节，我来念，大家来看。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23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问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不在今世得100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经文读到这里，正道，我们今天请黄信牧师正道，题目是“你还缺少一件”。请牧师。大家平安。哇，今天好像人比较多。好，在这个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放在神你的面前。主，承认我们都是有限的。主，但我们也知道清楚的明白，神你能使一切我们看作是困难的变为可能，因为主在你的里面凡事都能。求神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帮助我们，使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主你更新，我们的灵也能够在一次又一次与主会遇的中间，主经历你的大能。为今天所分享的、所领受的，主我们都奉献在你的跟前，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我是谁，这样，我叫心怡。那过去是在这个一样是台北中会的蓝雅教会在牧会。那去年的今天，其实我也有来这边分享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去年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每天都在学习什么当讲，什么不当讲。对，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大家知道我们常常会讲说苦难是什么？是上帝话中的祝福。我就在学习这个，千万不能轻易的在受苦的病人的身上说这句话，因为对他来讲不见得是祝福。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主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在每一次我们敬拜的过程，在我们每一次团契的时候，我都再一次在提醒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使我自己、使弟兄姐妹一起更深、更多的经历上帝。所以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命的信息，那也为主的福音来做见证。好，那这个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进天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有想过吗？没有想过。好，那我就分享一下，这个是在一个主日学老师问学生的过程的对话，那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呢在上课的时候呢，他就问小朋友说：“你们觉得我如果将我所有的钱我的车子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上帝，那这样我可不可以进天国？”你们猜猜看，小朋友怎么说？可以。好，哒哒，小朋友说不行。然后呢，这个主学老师不死心，他就继续问，他说：“那如果我天天都来把教会打扫干净，
把所有的这个服饰啊、擦桌子啊、厕所打扫干净啊，然后或者是把该弄好的事情做好，这样我能够进天国了吗？结果小朋友怎么说呢？哦，这是你们怎么知道他的答案？对，不行，小朋友一样说不行。那主数学老师就说好，那我要来放大决。如果我将我所有的糖果饼干分给所有的小朋友，还跟你们都当好朋友，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小朋友，你要不要？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进天国？哎呦，结果你们说小朋友说什么？可以吗？不是，这些小朋友他们意志很坚定，一样不行。哇，这老师就是开始头痛。他说：“那你们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进天国？”其中就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几岁？有5岁吗？还没，应该还没。4岁，好，可以问，等一下可以问问看他。要怎么？他就问小朋友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国？其中的一个5岁的孩子就赶快举起手，他说：“老师，我知道。”他说：“老师，你要先死掉才可以。”哇，对小朋友来讲，进天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死掉就可以进去。但是我们在场除了这个小朋友之外，有没有大家都超过5岁吧？对啊，对超过5岁的我们来讲，作为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你觉得要进入天国的需要具备的条件？你曾想过这个问题吗？哎呦，又好，真的有，来说说看，你觉得要怎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进入？说你的就好，你觉得？哎呦，哦，OK， 这个是又好的答案，可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同的答案。这个不单单是又好的疑问，不单单是我们的疑问，在过去也有人这样问耶稣。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我都鼓励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看圣经，或者是荧幕上，因为我没有做 PPT， 所以大家可以用圣经或者用手机的圣经都可以。好，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这个善良的老师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跪在耶稣的面前，称呼耶稣是一个什么？善良的老师。我想问大家，你平常会无缘无故的称别人是善良的又好、善良的谁吗？会吗？我们会这样有这个起手式吗？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吧？你如果突然说，善良的谁，这个人一定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跟我借钱？这有什么意思？这个人问耶稣说：“善良的老师啊，我要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就先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善良的。无论这个人他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要巴结耶稣，也可能是这是他一向在跟别人对话的一个，好像他的一贯的方式。但是耶稣提醒他，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是善良的。”耶稣就接着回应他说：“这些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人听到耶稣讲啊，马上特懂啊。这个人马上就跟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就怎么样，我就遵守啦，我就都已经有做到了。”结果耶稣就看着他，对他说。这个人听见耶稣的话就怎么样？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忧愁的离开，就脸色大变，就离开了那个环境。这样，好，在我们生长的环境中，其实我们都无形的被塑造，期待要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老师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老师，那你直接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也像故事中的这个人一样，我们也好想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才能够进天国？只是当耶稣跟这个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其实耶稣说，你还差一件差一件而已不是多一件，差一件而已。他好像就只差临门一脚，只要再一步，你就可以踏进这个永生的大门。
可是很显然，耶稣给他的这个答案是他做得到的吗？他做不到，他做不到的是什么？去变卖他所有的财产，然后分给穷人。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为什么他忧忧愁愁？因为他太有钱了。耶稣看了四周围，就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好，在这边想要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针眼是什么？针的眼。哦，对，有人说可能是这个，但是绝对不会是眼睛的那个针眼，然后针眼呢，如果这刚刚又好只是讲那个是一个，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学家会说，针眼其实是一个大约一个人可以穿过的一个大小的门，通常会是在这个太阳下山之后，日落之后，原本的大门会关起来，不再让人去通往。会留一个比较小、比较窄的门，让比较晚回来或者是比较晚要离开这个城的人可以这个出入的小门。可是大家知道一只骆驼大概多高吗？哦，真的吗？那他可能可以跟骆驼比一下。好，一只骆驼大概都有至少180公分以上。可是你们想哦，一只骆驼跟我们平常人要进入这个门，他必须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入？他必须要把他身上所有背在他身上的这些东西都卸下来，然后要弯着腰进入那个门，他才有办法进去，是勉勉强强的进去这个门。可是耶稣却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这个财主进入上帝国还要容易，因为对财主来讲，要变卖他所有的财产真的太困难，要如何才能够进天国？看起来这个条件真的非常的高，并不是那么容易来达成。所以门徒就问了这个连我都很想知道的问题。他说：“那这样，有谁能够得救？有谁能够？无论是对这个财主来讲，或者是对耶稣的门徒来看，似乎要进上帝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这个录取率非常的低，这样有谁能够得救？根本不可能。可是耶稣却说了哪一句话？耶稣却说，在人的确不能，但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需要晓得，这个财主所渴慕要进入的是上帝国，以至于他必须要照上帝国的这个法则来做。当我们还用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方式、价值观，在努力，在做这个判断，要怎么样去达到任何的门槛条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依旧是用人的方式在想要怎么样进入上帝的国度嘛。你并不是用对方法在进上帝国。大家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全家，我们是好大的一个家族，住在一个房子里。然后我妈妈是媳妇嘛，所以我们全家的大小的衣服都是我妈妈一件一件用手洗的。我们中间有做媳妇的，你们家的衣服是你在洗的吗？希望没有了吼。我妈妈从小就是这样，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件一件洗全家人的衣服。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是大家族住在一起，然后呢，我妈妈洗不完，所以我的阿嬷就去买了一台那个全自动的这个洗衣机回来。那时候呢，她就听说那种收音机都会播哪边有很厉害的东西嘛，然后她就听说啊，现在最近美国有制造一台洗衣机，洗得非常干净，也很好用。所以呢，我阿嬷就赶快打那个电话，然后就请人家从美国真的买咯，然后从国外把这台洗衣机运回来台湾。那时候呢，在台湾还没有上市这个洗衣机，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英文，家里面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读得懂，所以这台洗衣机最后就放在我妈妈平常洗衣服、用手洗衣服的旁边，就是陪她一起洗衣服这样。我妈妈依旧是用手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所以原本以为有一台洗衣机可以改善家里面洗不完的这些衣服，但却是因为不会用洗衣机，仍然回到过去那个用手洗衣服的这个日子。所以当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当财主跑去问耶稣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
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但是当这个财主他依旧没能看见真正的财宝是应该要积聚在这个天上的时候，他的目光仍然是看到他，哎呀，怎么办？我这么多的财产，我怎么能够分回去给穷人？我怎么做得到？我能够放得下吗？放不下。今天如果跟大家问说，你能够主跟你说啊，谁谁谁，你就把你把你的房子卖掉，你来跟随我，你做得到吗？其实真的是困难，对不对？要怎么还得回去？特别经文说分给穷人。如果他的这一切的财富是从这些穷人的身上得来的，这个又牵涉到你所累积过来的财富都是从穷人身上拿到的，你要怎么还得回去？这是我应得的，我为什么要给回去？对这个财主来讲，他只看到这个要进天国的门槛太高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向财主、向门徒以及向在座的我们提出一个邀请：放下你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的确，我们要变卖好困难，好困难；要分给穷人更是困难。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进入的是上帝国，在人不能，在上帝却是不是这样，因为上帝凡事都能。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好喜欢每一个耶稣的看着。大家如果有手机或者是有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耶稣的注目？当财主跟耶稣说：“老师，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21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哦，太感谢这个 PPT 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以下这句话嘛。但是财主听到他的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他做不到，他忧忧愁愁的离开。23节经文又说，耶稣四周围一看，他定睛看了四周围，好，仿佛耶稣对财主提出的这个要求、这个条件，不单单是对个人、对这个财主个人的邀请，更是对所有听见、所有在那个现场的人的一个神圣的呼召。你是否愿意如此行？你是否愿意照这样来做？当门徒问说：“那这样有谁可以得救？谁能够得救？”我们看27节。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耶稣对我们的注目，从来不是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不是好，他从来不是看我们是不是良善，是不是好，也不是看你有多少的钱财，而是因为是你。当他专注看着这个财主的眼睛时，耶稣其实看见的是在这个财主里他眼里的计算，他看见的是他一直在为要进天国的努力，要进天国的那个打拼。可是这个是主所要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我给的是他要的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真的是主所要的吗？当他注目的在看四周围的人，在看门徒的时候，当他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里是否也有同样的在注视他，如同主注视我们一样？还是我们其实像财主、像门徒一样，我们让这世界许多的事、诱惑、权力、金钱、工作所占据了呢？其实主所要的，单单只是他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主所要的，单单只是他做在我们身上的事。看着他，爱他；看着你，爱你。这个是，其实就这样。可是往往我们想了好多，我们用了好多的计算也好，方法也好，好像我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我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可是主的福音，主所要的，从来都只是看着他，爱他。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要单单的去注视耶稣，其实好难。虽然说只是看着他，爱他，可是我们想，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要你单单的注视主，容易吗？我们的每一天被好多的事情所打扰了，你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专注的
注视神，要放下一切跟从他，困难吗？好困难。但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渴慕上帝国的人，你会明白，你开始会明白，你所依靠的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势力，而是依靠上帝，依靠这个圣灵的能力。在今天讲到的一开始，我有问大家说，这个进天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是奉献最多的人吗？是我们服侍最多的人吗？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限制一个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如果是的话，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因为没有人一个人做得到嘛。无论你是一个从小就遵守上帝诫命的基督徒，还是你一个还在慕道、还在认识主的这个道路的人，今天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个消息，他是给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最近刚开始在这个医院工作，在做院牧嘛，所以我每一天都在学习怎么样去关心这个临终啊，关心癌症末期的人。其中有一个我在关心的病人，他从他进到医院之后，他都没有醒过来。然后所以我每一次去，我都是跟他的太太我就陪谈，跟他的太太在聊天，在关心他。好，然后这个太太呢，她不是基督徒，可是她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说，牧师小姐，都会叫我牧师小姐这样，对，好像这个是她觉得最有礼貌的一个称呼的方式。她说，牧师小姐你过来啊，真欢喜看到你这样，很高兴看到你，啊，我觉得她很可爱这样，70多岁的老太太，然后叫我牧师小姐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去病房看这个太太，她就跟我说，牧师小姐，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知道耶稣然后我就问他说：“耶稣是什么人？”然后呢，这个太太就说：“是好人，跟你一样伟大。”然后他就后面就接着说：“是一个会救人的人。”然后我就心里面就带着这个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接着问他说：“我有没有伟大？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你讲的这个耶稣会救人是真的。”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微笑，然后我就随即就把握机会，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想要这个会救人的耶稣救你吗？”我语速更慢一点，我说：“那你有想要这个会救人的耶稣来救你吗？”哇！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个太太开始就不讲话了。原本都是每一次去，她都是噼里啪啦跟我分享很多她的这个丰功，不是会丰功伟业，她过去的历程、生命历程，好多可以跟我讲说以前做过什么啊，都是很美好的事情这样。她突然不讲话，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在她的眼眶里面打转，最后都全部都掉下来，啪啪啪一直哭。她说：“我不知道，我活得好累，活得好辛苦。”每一天都活在那个看不见太阳的世界里。这个太太她才开始对我说，她的先生躺在床上的那个先生，一直都在打她，打到这个先生打不动为止，她才一直到他倒下去的那一天，她太太才开始可以喘息，才开始可以好好的生活。当我听到她在跟我讲了这个历程的时候，你看做一个院牧其实是很差的，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安慰他。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就抓着他的手，然后拍拍他。这个太太一直哭，好像这40-50年来，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疼痛，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眼泪，他的伤痕。最后我就跟这个太太说，如果你愿意让这个会救人的耶稣救你，我是不是可以为你祷告？然后我就为这个太太祷告，后来她就决志信主。然后她的先生在刚过去这个礼拜4离世了，这样。太太就问我说：“这个先生没有受洗，他还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办告别礼拜吗？可以吗？”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有人大笑。好。我不知道建成教会的方式是什么样，但是太太就这样问我嘛，他就问我说：“那他会去天国吗？”我问这个太太说：“那你希望他去吗？你希望他去天国吗？”这个太太就跟我说：“虽然我很厌恶，我很讨厌他这样家暴我、打我，可是如果耶稣能够救我，岂不会救他吗？”
耶稣如果可以救我，岂不会救他吗？有没有觉得他的话是很令人感动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怎么看？上帝会救他吗？会救这个一直打人的先生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他的话却让我成为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上帝的国度从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形式，单单是那些看着他、爱他的人，神就拣选了这个人在他的身边。好，这时候我要邀请敬拜团可以到前面来服侍。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那一项可以是使你继续忧忧愁愁、非常沉闷、非常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不断的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但同时，那也是使我们能够走向上帝国的第一步，看见上帝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走的撇下一切，撇下一切你所在乎、所拥有的，来跟随他进入永生。只是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人生许多的路途，我们不再像从前，不再像孩子一样的单纯，我们的心被好多的事所捆绑，以至于我们的眼目没有办法专注在主你的身上，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国度。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恳求圣灵你引导我们，在人确实不能，可是主，我们真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确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主你更新跟眺望，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向其他穷乏的人去分享主你的爱。愿上帝你的国度在我们的中间。感谢神你的恩典，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你是全能神，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主，你信实的爱眷顾我们一切的所需。OK， 我们那个新鼓，那个还在跟我们调试当中，他现在 OK。无人能形容，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主，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好，我们请牧师做祝祷。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主，愿你看着我们，爱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坚强的人去担待不坚强的人的软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来唱最后一首歌，免惊，拍手。
亏欠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慢行，做回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一起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慢行，都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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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好，一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大家可以交谊请安，楼下有爱餐。